有我哋男主角許光漢、許光漢，女主角 Angela 袁麗琳，你哋嘅超級喜歡要再熱烈一啲啊！歡迎三位，可以休息一陣先。咁啊，首先咧，亦都有請我哋三位逐一同現場嘅觀眾朋友、粉絲朋友打聲招呼先。大家好，我係小平，係他年他日嘅導演。多謝大家今日嚟睇呢套戲。Hello， 大家好，我係 Angela 袁麗琳，都好多謝大家早起身睇戲，非常厲害。歡迎光漢。大家好，我係許光漢。哇！感受到大家嘅熱情啊！咁啊，當然啦，我哋今日啦請嚟到有導演啦同埋男女主角啦，一陣間有個機會咧，俾大家問一啲好高質嘅問題啊！嗱，我哋一齊思考一下。不過你哋需要時間諗噶嘛，我哋先同演員啦同埋同導演傾下偈先嘅。嗱，講下呢一套嘅電影啊，其實咧對於男女主角嚟講，會唔會都有一啲唔相似嘅地方咧？咁收到一個咁嘅角色，你哋係點樣去揣摩嘅咧？先問一問 Angela 啦。安晴係嚟自優日區啦，咁喺呢個電影裏面，優日區嘅代表係頗少，但係我哋一開始喺創作呢個地區嘅人物嘅時候，可能都係相對冰冷，同埋佢哋對自己嘅感情可能係遲緩啲嘅，咁亦都係安晴嘅主要人物特性啦。咁同我個人都頗唔相似嘅，因為我都內心熱情，亦都好懂得表達情感，所以有時會喺現場其實好想笑啊，或者好想大方接納薯仔嘅愛，咁導演都會提醒就係話可能我哋都係撳一撳你嗰種感受，反而收翻啲，係啦，就有呢個情況。那麼光漢呢？看到角色，你覺得跟以往有什麼不一樣？然後你最喜歡薯仔的什麼呢？我就是看到這整個故事了，然後我覺得這個首先它的題材就很吸引我，因為就是兩邊的時區不一樣，一個一天，一個一年，我覺得這當中會發生的一些故事就會很令人遐想，對，所以就覺得這個題材很特別，再加上我看到劇本，然後看到長年區的人的設定，就覺得哇，真的有被他們情感的表達，對生命的熱愛那種衝勁給感動到，對，所以就用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大概去想薯仔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對，大概。我覺得薯仔的衝勁真的非常棒，好吸引哦，咁覺得好 man 啊，薯仔。係咪？好勇敢啊，為咗愛啊！咁啊，當然㗎，我哋亦都要讚一讚導演啦。導演係好有眼光嘅。其實今次係導演第一次執導，但係咧你就已經揀啱咗一個男女主角啦。並且一嚟到就話一定要許光漢同埋一定要袁麗琳。咁啊，點解會有咁樣嘅咁犀利嘅眼光咧？因為當初因為呢個 project 係薪火相傳計劃嘅一個 project 啦，咁我哋係攞政府嘅資助去拍呢套戲啦。咁但係個劇本一寫到落去，其實就可能嗰個資助都未唔夠嘅，咁我哋可能要去揾一啲額外嘅資金啦。咁監製就揾嚟咗台灣嘅公司嘅支持啦。咁所以我哋會變咗一個 co-production 嘅時候，就喺度諗，如果即係我哋男女主角就要揾一個可能係台灣嘅演員。咁嗰陣時其實好直接，你會覺得諗起就係男仔嗰度去揾台灣演員。咁嗰陣時喺度諗嘅時候，咁一諗話可以揾一個台灣嘅男演員嚟做我哋嘅薯仔，咁我第一時間就即刻係諗起光漢，因為我自己都好喜歡光漢，因為我覺得我嗰陣時以前真正認識，即係啱啱光漢，即係我認識光漢嘅時候，第一次見佢已經係覺得哇呢個男仔，我覺得睇落去真係好，作為一個男仔我都好喜歡啦。咁正啊！係因為嗱，我覺得薯仔個角色。很喜歡你，一看到你就很喜歡你。盡管他是男生，也很喜歡你。這個表白真的有點肉麻，可以繼續。因為薯仔嘅角色係相對地可能係比較單純直接，同埋我會覺得薯仔嘅愛係相對地唔會有咁多雜亂。咁我會覺得，所以你會覺得如果由光漢去飾演係非常好啦。再加上睇咗陽光普照同埋鬼家人，你會見到光漢幾方即嘅唔同面向。因為我自己覺得薯仔係需要一個好 energy， 一個好有 energy 嘅人。咁你睇咗鬼家人，你會其實我嗰陣時係第一次睇鬼家人見到光漢一個好 energy 嘅一面。咁我就會覺得光漢真係
正啊！如果揾到嘅話，咁就大膽同監製建議。咁 Angela 就係監製建議，因為之前張姐同阿 Angela 係一齊合作拍過個電影，咁張姐係對 Angela 係高度評價嘅。咁反而係我自己嗰陣時咧，我調翻轉我自己就嗰陣時真係未係好認識 Angela 啦。咁因為 Angela 好多演出嘅作品嗰陣時都未出啦。咁但係後尾有個緣分就係我同 Angela 咁啱一齊去上咗一個 acting 班。咁喺個班入邊真係令到我有多機會去認識咗 Angela， 因為見到 Angela 其實佢喺工作以外，即係譬如我哋放工，我放工就係去行街睇戲食飯，或者去約朋友玩。調翻轉喎，即係 Angela 佢放工佢就係去咗繼續去鑽研佢嘅工作咯。即係佢就係一放工佢就去鑽研翻佢嘅演技。咁所以嗰件事係好 impress。咁加上喺 acting 班度大家相處啊，就聽到佢好多，你會 feel 到佢對表演呢樣嘢好有諗法，好尊重。咁就之後再睇埋佢嘅演出，咁其實我覺得，梗係聽監製講啦，即係我覺得嗰件事係啱啊 perfect 嘅呢個選擇。咁所以最尾就揾到最好嘅選擇，同埋最好嘅安情。多謝導演，你一陣可以出去拎飯盒。做得好好，可能有 poster 送俾你添。OK， 咁當然嘅，對於 Angela 咧，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啦。佢作為演員對呢個專業嘅追求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套嘅電影啦，除咗喺演員方面好值得大家留意啦，可能我哋嘅配樂方面啦，或者可能喺美術方面啊，甚至乎一啲 CG 方面啦，都有好多好值得或者好吸引嘅地方，好值得大家入場一睇再睇嘅。咁唔知道兩位又比較中意我哋電影入邊嘅邊一啲部分，可以推介一下俾大家再睇多次呢？ Angela 先啦。我覺得美術CG 絕對係好大嘅加成，令到我喺睇完成品嘅時候都，原來我哋一路創作緊嘅世界係咁樣嘅喎。但係我反而最中意嘅係時間嘅呢個設定，我覺得係非常之大膽，因為呢個咁宏大嘅古仔呢，其實到最後係想explore 呢兩個人喺完全唔同嘅時間設定裏面有冇相愛嘅可能，或者各自嘅愛情觀係點樣，甚至去到最尾個先，我覺得都係好大膽啊！就係安晴嘅 realization， 去到最後就係發現我薯仔做咗咁多嘢為佢，而嗰一刻佢握住嘅嗰個花咧，就係一個永恆嘅感覺。我其實好中意一啲 play，係講愛係咪超越到時間同埋空間？咁當然呢個戲唔係主要去講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個 concept 係我非常之中意，因為我係一個好感受型嘅人，我絕對認為愛或者 connection 嗰一刻係好美麗同埋好重要嘅。那麼 Angela 覺得這個故事本身非常吸引她，然後除了這個電影有演員以外，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吸引到讓大家可以再進場再看呢？我覺得除了故事題材很新穎之外，然後着裝啊或者 CG 啊，對，然後導演也那個鏡位啊，鏡頭也很好看，對，攝影也很棒，然後對美術也很棒，我們的場景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時候，就是也是覺得非常適合唱念區的一些人，就是好像有一些地方香港人自己本身也完全不知道，對，完全不知道。我覺得主要是除了這些之外，我覺得還有就是這部電影，其實你們看完就會覺得，它其實有一部分都在講時間嘛，對。然後我就會覺得，就是現在時間就是好像就不經意的就每一天滑手機，對啊，就是跟 ChatGPT 聊天聊一聊，就一天就過了。你也跟 ChatGPT 聊天嗎？你需要嗎？你不用吧？對，我想說大家可能就是會，我會，現在可能會這樣，就是感覺好像就是時間就這樣慢慢流掉，所以就希望大家看完這個電影，就是可以好好珍惜手邊的時間，對。咁啊，即係可以帶出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意境，同埋呢套電影都好值得大家去傾落去嘅。唔知點解有好多嘢可以傾㗎嚇，所以呢個時候要俾大家同你哋傾下偈啦。咁啊，有3張嘅咧就係我哋簽名海報啊，有我哋男女主嘅簽名喺上面嘅。呢啲高質嘅問題，我哋一齊相互交流一下先。係咪有備而嚟㗎？大家 OK， 準備咯喎，手開準備啦嚇。我們先來光看來看一下啊， OK， 來看，準備。1、2、
起。來來來， 1、2、3，看到哪一個？俾啲熱情。係啦，那個你這個有燈牌的那個前方這個手機這個啊，他一直跟你嗨啊，他一直跟你 say hi 啊。喂，機會嚟啦，飛雲。好，有咩想問？係咪嗱問一個好啦吓？好。好緊張。喂，咁俾你讚下我哋演員都 OK 嘅，都收貨。嗯。嗯，優日區，優日區，對，優日區有安逸，係啦。好 ，OK。你說長年區跟優日區嗎？對。就是去到。你有沒有想過去優日區跟安琪一起？就留在那邊就不回去。有因為我想說，就是鼠仔看到優日區，不會覺得哇。對啊。就是覺得。好像可以留下來，我就是玩一下這樣子，但我覺得沒辦法啦，因為就是還有番茄跟巧兒在長年區，而且就是長年區的這個醫療資源還是要想辦法，有人還是要顧帶過去。對，所以對，可能還是會在長年區生活啦。謝謝。好有責任感嘅薯仔啊，係咪啊 ？OK， 好，我哋送翻張 poster 先。好，再嚟啊，到啊 Angela 可以準備幫我哋睇下喎。OK，Angela 粉絲喺邊度啊 ？OK， 嗱，引定啲注意先，預備，可以數三聲。1、2、3，好似差唔多。好難看哦。Twins。我哋想問。好大聲喎！你都企起身先。係。我想問吊威亞好似睇訪問話第一次吊威亞，咁動作嗰啲都係自己無重力嗰啲係咪啊？因為上次即係點講你身體好少，好似跳舞咁樣，好似上次都係翻嚟個 MV 嗰度先會咁多喐動咁樣。吊威亞嘅分享。好 Q 啊你哋！唔係第一次吊威啊，亦都希望以後可以吊多啲威啊，因為我嘅身體都幾靈活，但係就好少氣可以engage 到身體嘅表演啦。我最近都好中意physical theatre 嘅嘢，都最近學緊。仲有咩問題咯？會唔會變打女啊？你有冇可能？打女可以啊，但係。九龍城寨好似比較多男人，冇乜機會俾我拍到。希望我哋加一個女仔可以同古天樂打咁，希望我會有呢個機會。導演有機會啊！係好，導演又揀一個先 ，OK， 好啦，揮手啊！最後機會啦嚇，好，導演揮手。1、2、3。嗰位男仔後，即係男生男仔後面嗰個女仔，係。男生係後面企起身，係啦，小背心係。我想問下導演對兩位演員嘅評價係點樣？覺得佢哋有冇詮釋好嘅角色？哦，評價係點？有冇詮釋好個角色啊？有排講喎，講2日喎，可以。我簡潔啲啦，即係我覺得一定係兩位嘅評價係一定係好好。我自己成日一直覺得好幸運，自己揾到呢兩個演員啦。咁我覺得嗰個演員嘅即係個表演嘅 performance，我覺得剪得出嚟嗰啲一定係我覺得喂好好嘅嗰啲嚟嘅。咁反而調翻轉，我會想講話兩位演員其實係即係作為一個新導演，我可以第一次嘅電影入邊有佢哋兩位做我嘅男女主角，其實係一件好幸運嘅事啦。因為我覺得佢哋兩個私下都係非常 supportive、非常溫暖嘅人啦。咁我好記得有一日我喺台灣度做緊後期嘅時候，我係同時間即係做緊後期㗎嗰陣時，係突然之間有一日我可以同時間收到咁啱啊 Angela send 嚟，點啊盲撐你啊加油啊咁樣嗰啲，咁之後後尾又同時間阿光漢又同一日又 send message 俾我話喂。你加油啊，導演！我知你得㗎，喺度嗰啲。咁我會覺得成件事因為其實成個 project 個過程係好多挑戰要去面對。咁我覺得即係遇到一個 supportive 嘅團隊係一件係幫我打氣得好緊要嘅事，所以我都好幸運，好多謝佢哋。咁除咗演員好 supportive 啦，我知道監製張姐都好 supportive 啦，不如都講多2句啊！張姐點樣去 support 你咧？
咁張姐其實張姐作為監製，佢嘅 support 係由即係全天候咁樣，即係全面嘅，因為係由我哋由劇本嘅創作啊，跟住揾演員啊，跟住去到後面後期啊，所有嘢佢都會一齊俾意見啊，一齊去創作啊。咁同埋我覺得張姐係一個大有愛嘅監製啦，即係咁，我覺得佢係真心地，佢係同埋我覺得張姐佢一個係好純粹嘅一個想做電影嘅一個人。咁我自己覺得係呢份精神，即係佢真係唔諗到所有嘢，唔好計算，冇諗到咁複雜，佢就係想希望今次個 project 我哋去做啲可能係比較有啲唔一樣嘅嘢啊，同埋係真心地去相信我哋覺得我哋想做呢件事，咁我哋就去做啦咁樣，同埋咁佢都係咯，即係我覺得佢仲照顧大家起居飲食添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監製。所以係一個真係好夢幻嘅組合啦，同埋好夢幻嘅團隊嚟嘅。咁啊，總括嚟講，大家可以一睇再睇，係咪？我哋嘅他年他日啊，俾啲掌聲鼓勵一下先。多謝晒我哋嘅導演同埋男女主角許光漢、袁澧林嚟到我哋現場嘅。咁啊，當然今日咁溫暖同大家粉絲見面啦，我哋都邀請3位可怡貝嚟到前方嘅位置，我哋一齊影翻張大合照。你哋啲燈牌啊、應援啊，可以大家準備好啦。咁啊，呢一套咧係浪漫嘅電影啦，嚟緊中秋節咧10月3號咧就會上映啊！俾我哋感受下你哋嘅愛同埋熱情先，心心 like 喺邊度？嗱，攞到個